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台文通讯网报。会使哦 ，OK， 好，真好。我有伫咧迄个 YouTube 开一个直播，迄个 YouTube 直播，当然我咧看毋知伊会收视，我毋知影，所以安心自在，自由自在。我伫Clubhouse 遮着，现在放一寡连结，即个台湾图书馆。我今仔日发现到，迄个台湾图书馆伫网页顶悬会使用简报的形式，简报的形式我毋知伫 YouTube 看会较完整无，我毋知影，所以真歹势。我先来分享迄个 Clubhouse 即家的连结，要连去迄个台湾图书馆。然后，念你要读这个311期第13页上悬的悬人，YouTube 是已经开啊，所以 YouTube 理论上应该看会到吧？希望啦吼，希望再看到。当然，我就讲至少是啥，当做台语时间。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来遮做伙读寡册我继续分享一寡连结。你若毋是伫 Clubhouse 是文字的连结，那 YouTube 当然伊迄个性情乱向，我嘛毋知影安怎讲。而且我敢若无迄个才调，通随去看到迄个啥。YouTube 的连结，无我就分心啊哩，无我就疼两心，所以我就无一定看会到。当然尾收报了后，我是有看到。这我嘛毋知哩，我直就是拢参考啦，因为即马要学台语有真侪资源啦，你若去 Google 找一寡关键字，伊大概会使甲你讲有啥物资源、资料、方向，听有知拢参考所以拢参考哩。好，我看还有啥物要连结要分享，可能差不多安尼啦吼。我伫迄个啥，台文通讯网报，我就讲伊有迄个啥，网页，伊个网页有迄种，有连结安尼。然后伊迄个，我毋知伊啥物状况，3年来啊，伊甲我讲，buffer， 即个无度稳定持续串流播送，毋知啥物状况。好啦，不管啦，来滴看有去。我毋知看会到，好啦，来滴。倒含内拄好，时间内拄好。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啦。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来读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我讲这个《开花结子》吼，卖书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夫人的客兄，伊亲情莫计较内底迄个像，迄个卖面的吼，面单迄两袂记啥物名。拢逐部是有一寡四句联，也是列客啊话笑开啥足多的，所以开花结子嘛，差不多是有即个功能应效，甚至当然你看戏剧，伊的迄个啥画面啊个声音嘛，可能会使较享受吧，敢会使安尼讲。若小说可能就敢若文字尔，好处是你会使随看着。看到了后，你听我随去查所以我来讲，
开火结子袂输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傅人的客兄，为什么是师傅人的客兄？迄是 D.H. Lawrence 的小说，那是1939年的小说，是我袂记得。我伫在迄个时代，吼，甚至是即个时代，可能嘛有一寡人会感觉啊，讲啊，我小真不输贵的物件呢。即个开火结子内底就有足侪即种不离啊险的内容，所以当然目前台湾的出版品有去分级无？敢若无遐严格，我毋知，因为文字的部分我无真清楚。好，我dit，我就继续来读，因为600几啊小说嘛已经读到，总共是59章，640几啊，已经读到624啊，第56章啊，后壁的故事每一章是拢，等于是你交代因。王查某甲颜阿青因即两阿某的事实的故事，吼，尤其应该是1979年迄阵，美国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甲中华民国的台湾放伫边仔，另外用台湾关系法去甲伊交配，所以有真侪人就感觉台湾咁要定落去啊，就紧想要去摕美国护照，所以一直到呾嘛是。大部分人是毋是讲有机会摕美国护照，那无爱摕嘛，对无？吼，其实大部分嘛是摕袂到，才淡仔咧讲啊，迄美国护照无好，安那，吼，这不管吼。小说56章，纸袂包得火。囡仔囝饲伫早前，头尾5冬啊。囡仔囝饲伫早前，头尾5冬有感情。迄日地主人轻松，买囡仔米派伫。排倒经，正手春长饲电铃，知影好主礼无用，闪着有人入房间，问阿秀哪有男丁，花讲压质真正经，听煞点点无搁停，敲去加州讲侥幸，颠倒答案心界静。1980年王查某，还伫建国北路大诶时。例子甲好主就真大粒，毋则讲答案假理言要过美国摕绿卡，就甲因两个幼婴仔请例子伫台中管顾，听候足6岁。1987年迄当，好主才甲因带转来台北读国小。例子甲囡仔带久就有真情，嘛足少年。囝若有来台北，就会半工早佚佗物仔去找好主。顺续看囡仔，有一年大概是1989年，迄天是礼拜暗。例子临时临要来台北找人讲话，代志办煞，赶去买一点手信仔，也无先敲电话，无张无甜就撞来建国北路，插门开开，透过人的里门，阿秀先休讲：阿哥，你来啊，紧入来坐，哪会无看恁阿母？我若讲，我若拄一身跳舞芭比布红仔，甲囡仔第一算的拍火车讲，互你甲阿文算，顺势坐落来碰椅顶。多谢阿哥，阿秀哪接布红仔哪线话？阿母吩咐讲，今仔日礼拜，美容院预约的人客诚侪，会较晚转来。面向灶骹当咧啉茶的例子，无叮无当，有闪着一个查甫人的身影活入去上远的客房，有听着咔诚细的关门声。例子真好闲，随问我来斗拍火车的阿文讲，拄则行入去客房，迄个是啥人？阿文敢若无听到例子咧问啥，颠倒是阿秀拿到布红仔的塑胶鹿仔拿回话，伊是 Uncle 树啦，Uncle 树吼树，敢是苏天树的看法吼，伊是 Uncle 树啦。那敢毋是虾米歹人，我就安心啊。哪讲哪徛起身，佮讲，恁阿母会真晚转来，我无爱佮等，行来门边，例子哪开门哪交代阿秀，会记得甲母讲我有来。
公地耍布红的阿秀，干那讲一句再会，阿哥就关门串户。过转工大概6点，过工透早大概6点。例子想讲加州是尾暗仔6点，答案应该落班伫厝里，就敲国际电话互伊。你是答案是？嘿啊，啊你是六子啊，对无？无错，真久无听到你的声。即阵仔工课有顺无？老官出力伫换遮会头路，无人会甲咱相生，拢嘛平安舒适啊。但我着莫牵翁仔保护伞，伫你伫路要问你一寡代志，好无？做你问，我心内有伫想讲，好子敢若有查甫人呢？你太安尼摇咧？昨暗6点外，我有早囡仔咪去建国北路，好子伫美容院无闲，是阿秀来开门。我坐伫碰椅啉茶时，雄雄目尾有闪着一个查甫人。我问阿秀，伊回讲是uncle叔，因过都毋捌拄过厝内有查甫人的代志，就是有淡薄仔嫌疑，毋才会敲来做报马啊。伊是好子请的家教，2人前好子就甲我讲过。假是有熟悉，我就较放心。毋过昨一礼拜，囡仔也无补习，伊伫恁兜的房间出入，敢袂怪怪？好子应该袂安尼，也是你看甲淡去，这拢无要紧啦。另工我才来问伊。好啦，等着讲到遮，恁老转来台湾，会记得来台中找六子啊？莫讲美国台湾啦，台北台中就当阵啊。迄个啥，有迄个时间管理达人，就会使舞咧一出头，不哩啊精彩啊！你好来，我拄仔是，因为拄仔即种是较短啦，所以我就规气就甲读个煞呢。好来，咱就来读即个300载期第13页，吼，因为第13页即篇算有2页外吧，超过2页半。因为到第15页，我那嘛算有半页嘛，所以可能我读过，然后3年，即一篇拄啊安怎讲，算有拄啊好的段落嘛。啊，然后后壁14页开始，迄有个段落较长的，看第读时阵，你着家己注意，看要读长、读短、读济、读少啦，吼，家己按算安尼。好，安尼我先读过，然后3年志愿甲有呢，可能着罔听，反正若有听着啥物要甲大家分享，也是啥，着免客气啦，吼，莫开就听我讲啊。来，咱来读这篇，准点嘛来，准点念要才对咧有后壁来读。好，300载期第13页，即个上悬的寒人。苦世男，这是捌得到布里兹奖的美国大记者 David Halberstam， 真认真查真侪资料，佮拜访真侪参与的人，伫战争结束50几年后，才来完成的大破册，来讲寒战的真相。中文册名是《最寒冷的冬天：寒战真相解密》。因为这是一个互美国人无印象的战争，美国开遐济钱，死遐济人，得来是一个平手的战争，会使讲是互人放袂记得，会使讲是互人放袂记得的战争。伊要来讲，互大家知，莫互参与的军人白白牺牲。我搁读一段吼，寒战的过程大约是安尼：北韩先甲南韩甲美军拍甲落花流水，我无确定这，当然中文是讲什么落花流水啊，毋讲落花，可能落花流水。美军真紧就退到东南边的釜山，强要互北韩赶落海。美军伫中部的仁川登陆，反攻转去北边，一直捉到中韩交界的鸭绿江。毋过随搁互中国的援军拍倒转来。两边则挡掉伫38度线附近拍来拍去，舞足久才好谈。同款伫北纬38度隔开，大家无输赢。好来，3年换你。寒战有人讲是美军先动手，
这本册讲是经历城，拄开始美军是看袂起北韩军队，留伫南韩的美军真少，想袂到北韩军队这勇，南韩军队这懒，一个手南韩就轰拍甲东倒西歪，汉城随后这领。美国紧急造成由美军主导的联合国军队来援助，嘛是拍输走赢，退到东南边的釜山。这段战争是美军轻敌，过来是韩国的地形是山地伤济。互美军优势军力，亲像战车部队甲空军无法度发挥，才会输遮紧。美军按林川定略反攻时，在多格斯麦阿瑟，麦克阿瑟，多格斯麦阿瑟。中军上出名的战略，这个计划实际上中国和苏联真早就得到进步。搁讲互金日成知，毋过伊甲放话，想讲林川毋是定略的好所在，美军无可能安尼做。拢无提防，才互美军轻松上岸。为大家食好来，有哪话你讲你读几段安心自在。故事较大条的是伫后壁，当美军登陆成功，反攻真轻巧，一直向北追去。马卡瑟命令部队赶紧拍到中国交界，煞毋知中国军队伫遐等因真久啊！美军惨败，这个指挥系统有真大的问题。马卡瑟人伫东京喊得来韩国，搁较毋捌伫遮过暝。马卡瑟权力伤大，主权意识真悬，伊的下骹手人拢是对伊普坦坦，若是甲伊的想法无共的情报，下骹手人会甲过离过。敢要继续？看你，还是看你。这段无讲介段，你会使后时你会使较短的读一段，较长的读一段。中国参战的情报早就有啊，毋过马卡瑟主权上掠做中国无可能帮助北韩，就安尼，中国军队伫韩国北边出现的情报，因拢甲伊当作无看到，想讲北韩遮懒，战争连面就拍煞，大家要转美国过年，连寒人的装备都袂赴分互军队，就叫因赶紧上北。迄时拄啊好入冬，天气一天寒，愈北边阁愈寒。韩国的地形是愈北边愈开阔，就是讲美军愈弱，因爱进攻甲防守的范围愈宽，因为爱赶紧，兵力会愈分散，规路拢无看到敌人，要哪会知人是伫遐咧等等因，
来一个大包围，险险啊去防剿灭。美军大失败了后，换指挥者搁加派援兵，才甲局势稳定落来。两边伫38度线附近拍来拍去，汉城嘛是汉城嘛是得来搁失去，无人真正赢，背手好谈平静，共款按北纬38度线隔开。好，感谢啊。我感觉伊有去强调爱轻读，伊就甲伊写出来话，甲迄个轻读符画出来。啊，有诶就无，抑毋过，我个人是讲，我莫读轻读啊，毋知。好来，即个镇定华丽，志愿，这就是志愿镇定，可要紧。中国嘅原意，中国嘅原意，派兵援助苏联，才来同意因发动战争，战后苏联有时。啊，安怎断去？我说扭去，才会无听迄声音啊呢？毋知我是啥物代志？志愿有对着无？我安尼，互你读好啊。俊迪老师毋知啥物状况。小等下哦。看你电读个接受咧，读拢 OK。伊读天两三组尔嘿啊。是为北韩遐。对，嘿，北韩有得到中国嘅意愿。北韩有得到中国嘅北韩有得到中国嘅愿意派兵援助，苏联才来同意因发动战争。战后，苏联扶持中国共产党打赢国民党，迄时中国领导者是拢反对，内战拍煞无偌久，国家需要安稳来恢复元气。毋过毛泽东想讲，即来会当得到苏联的援助，甲共产集团势力范围的确立。以来，伊有真侪国民党投降的部队，搁派来遮做炮夫，嘛是伊通来展威风的好时机。美国就较无果啊，战后因拄开始爱转换角色，对孤立主义转换做国际主义，爱负担的责任是无共的。美国是唯一本土无受到战火吞大的大国，这个国际主义责任自然就走去因遐。共产势力当咧各地发展，美国爱来台小动静。好，感谢啊！好，安尼，我读一段，1、2、3、4，算4、5段款，好，4、5段。好，来志愿啊，我咧继续读吼。迄时麦克阿瑟伫东京做占领的头人，权力非常大，远东这边拢伊管的，因为伊有真好的战功，互伊名声真透，嘛是即个大名声，互伊感觉伊是超人，谁拢爱听伊的。连美国总统和广播的命令，嘛无咧甲信道，做伊想要做。头起先是伊对家己足有把握，认为中国袂参战，刷下伊的部队死伤惨重。美军的指挥者头起先对东方人嘛有严重的歧视，称呼中国兵号做洗衫工仔，是袂晓烧战的。搁掠做中国兵装备落伍，搁无空军，凊彩拍嘛赢。想袂到中国兵有才调伫日时藏起来，暗时才来甲你拍。伫暗时，美军的空军优势就失落去啊。中国兵行军的速度阁真紧，伫交通建设落伍的所在，美军的机动力优势嘛发挥袂出来。美军拍甲足忝，尾啊才破解。有哪话你？我。嘿，也是你，无即个下腰我读
15页迄个规段才互你读好啊。安尼，布纳三年志愿应该佫会使，我佫读一段下页啦吼。即个3年的战争造成南韩军民死亡100万人，北韩军民死亡250万人，美军死亡37000人，中国死亡人数不明。有人讲丁小平讲是40万人，美军嘛开150亿美金，损失遮大的战争，结局是平手，这是无人爱看到的。战争的源头是北韩想要来统一韩国，是讲代志毋是遐简单，牵涉到正复杂的国际形势，甲家己的实力。北韩当然无成功。北韩当然无成功，和韩战有关的大国是苏联、中国和美国。战后的新世面，大家搁当在笑，美国无搁北拍，是因为因无想要引来，是因为因无想要来引起另外一场世界大战。麦克阿瑟会互美国总统解除兵权，除了伊无咧听命令和指挥信号以外，伊一直想要甲代志混大，要去轰炸中国。嘛是原因之一。有哪有你？这个15页，中间这段倒手边，正手边，倒手边这段。我一直都真犹豫，是安怎美国会来支持蒋介石这款台人无数的独孤文法？册内底是讲，这是美国人的传教士情结。简单讲，就是掠做一寡落伍的中国人，若会当正做信徒，因就有机会会来变做甲美国人同款进步。尤其是即个领导者翁仔某拢信教啊，佫较有法度来改变中国。无想到因拄到的是一个大恶人，也要权，佫较爱钱。美国原属中国的钱，真侪拢走去因家族的落地仔来食钱，较高过收节。原族的军备定定真紧拢送互共产党，才会伫中国内战的尾期，美国来放弃蒋介石。好，感谢。来，3年后你读一段。内底有讲到中国兵有够济，拢毋惊死，拍袂了，搁则可能毋知中国军在烧制有一个特地部队，号做都战队，因带伫部队后壁，头前的部队若是倒退，就会互都战队拍死，所以只好向前进攻，毋是死毋惊。毋是死毋惊，这段到遮尔。迄是头前的部队，若是走倒退啦，我发觉你迄个若是拢会，就讲迄个若是伊有一副甲 S 来 S 两个真差尔啦。好来，志源最后一段你读。今日有啥无？有声，请你读。韩战互台湾上大的礼物是美军第7蓝队，那是蓝队哦。美国第7蓝队来台湾海劫过，互共产党免销售台湾。虽讲迄时的中国嘛无海军甲空军，是无在条大海来食台湾的，却是台湾武长的安全保障，嘛是互日本会当利用韩战的物资，给大量需求的机会。互因的经济快速起飞，真紧就按战争的火
恢复中佫徛起来，尾仔正做经济中国，这拢是汉人的正面效应。好，感谢。这是这个苦世男，这个人名我敢若捌伫什么所在看着，我伫伊是咧分享，迄个有一本中文册，上寒的寒人汉人的真相安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台湾你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准着我毋知啥物关于捡袂起来。我有甲准备捡起来，伊可能应该会使讲话开麦。我想要讲就是有人讲这个时期的战争为安怎美国会为中国撤退，就是引走。伊讲迄中国的兵是毋惊死，可能就这段有讲。伊讲真正，伊拢惊死，讲哪有人毋惊死做这个惊死部队？有可能人有分析讲，迄个时阵有一个信用因。相信共产党是会互伊的伊的子孙过好日子，就是伊有幻想讲共产党是真好的物件，真正拢毋惊死，美国惊甲这袂堪治，哪有人无惊死到这种程度以上？好，感谢三里甲咱分享。我听到也是我看到，我毋知有。无小心去德国倒菜刀无？就是讲，这篇文章内底有讲到嘛，毛泽东迄个时阵拄好有接受真侪国民党投降的部队，就家己派去头前做炮夫嘛。过来就是伊讲的嘛，因有督战队嘛，督战队是对伫咧部队后壁，你若敢倒退，如果就随甲你拍死啊！所以变成讲去用杀去头前遐的，你若退后是绝对稳死的生死，你冲进前犯势，若好命，佫会使免死嘛。就是汉战了后的迄个什么中华民国，即马有设置了即马123自由人嘛，迄就是迄个时阵，听讲去投降的国民党的党员去互中国共产党派去拍汉战，然后伫汉战的战场死无去，假死啦。对无？战场交战的时阵就假死嘛，假死才用掠嘛，互掠了，人就问伊讲，你是要转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要转去倒？伊讲，两边拢毋是伊的国家只有怎啊送伊来台湾啊？送来台湾了后，就成立迄个啥，叫做啥物英民总会啊，啥物会吼？当然，即摆已经改做个啥物英民公司啊，啥物会？除了迄以外，我敢若佫有听着讲，苏当时毋知是因为。有兵拍甲无兵，查甫拍甲死了，因就换派一队妇女佮囡仔，或者是迄个妇人人甲囡仔派头前，我袂记啦。我记因遐中国人其实就无咧甲其他人当做人啦，所以迄个时阵，中国共产党甲中国国民党伫对射的时阵，有一寡人相信共产党的讲法嘛，转去投降嘛，或者是。西瓜挖大饼，挖起饼嘛，要毋过挖起饼了后，煞去用派去拍汉奸嘛。所以，有一寡悲哀的代志，就是讲历史袂重复，要毋过伊煞一直停搬嘛。现主时的台湾，尤其即摆遐中国国民党嘛，敢若袂输咧做遮个代志，一直咧用台湾人的钱做因中国人的代志2026年的预算，即摆已经8月14号啊，伊才完成3读。迄明明是2025年就应该处理好的代志，结果淡仔咧唱双簧，有够无吵无笑的。过来就是讲，伊有去讲到，美国他会去支持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呢啊，莫名其妙嘛。所以对台湾人来讲，去互中华民国实民。甲进前日本人来实民，迄真正是带了换着闪煞的啦。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2026年8月14这天为止，因遐的假中国人甲中国人就是无愿意看到台湾人，还是台湾出头天，就看到台湾伊就要甲伊抹消，就看到台湾伊就要甲伊压落底安尼。所以台湾人敢毋值得家己做头，家己做主人？当然，我就讲迄天读到迄个相公迄句话是
罗马书第8章第31节的话嘛，吼，圣经的话是讲，上帝若保庇咱，治水啊，敢着敢甲咱对敌嘛？现主时台湾的状况就是，美国差不多是算台湾的老大啦。我著讲嘛，罗伯号吼，1884年还是大概是1884年吧，伊尾啊1886年，是1886，就1886啊，1876年，一只美国的船来到 Formosa 遮靠搭船上花去原住民拢杀死，啊杀死总是纸袂包得火嘛，有一个红请的啥船工逃命嘛，去过关，这条消息才传登去美国嘛，所以伫美国遐伊嘛国会讲，哇，这个 Formosa 的原住民遮尔歹哦，咱无派军队去甲伊做要哪会使，走要哪会使，真正派军队来，派军舰来，啊，只是因派惊熊，熊惊无天良嘛，凶得怕，狠得怕不要命的嘛。迄个原住民嘛，毋是食菜嘛，啊，而且原住民自15世纪、16世纪就拄到遮个大航海时代来到 Formosa 遮个红毛的，甲因拍甲足凄惨的嘛。所以荷兰人嘛是因为迄个啥，一只金狮号的船伫咧小琉球靠搭啊上花，人拢用杀死。荷兰人是经过5年啊，经过10年才报仇，甲所有小琉球的人拢甲伊啥掠起来，甚至用迄种做啥灭族的行为嘛。所以到1876年的时阵，罗伯号 ROV 啊，即只船靠搭死袂少人，船长甲2阿某拢死。当然，迄个时阵原住民应该嘛有一个安怎讲共同的想法吧，就是讲。原则上，两方人马伫相战的时阵是袂对富人人下手啦。啊，迄个时阵因为迄个船长的夫人是高强大汉，所以原住民了总共是查甫的，所以嘛家头斩落来。结果斩落来了才发现，靠背是查某的。啊，毋过代志就做啊嘛，所以就是要拢家毁尸灭迹嘛，所以家物件啥拢摕走啊。所以毋才1876年了，迄个啥Lugenda。吼，即摆是甲伊翻译做李先定嘛，吼，陆建德是法国裔个美国人，啊，伊就是来调查即个事件，反正调查完了派军队来，嘛是无成功啊，甚至因一个上尉嘛掉枪死去嘛，所以我就讲啊，美国人对即条小搁未来报仇咧，因大部分的人，因中国人所讲的嘛，迄句话嘛，什么虽远必伐，晓啊是安那？你若敢甲安怎？国空我嘛要甲你拍嘛。啊，即马川普是讲一句话啦，讲吼，阮无需要一场遐尼远的战争啦。抑毋过有当阵啊啦，川普讲，阮无需要遐尼远的战争，即句话意思是啥？迄是伊无爱拍尔啦。若真正要拍嘛，毋是袂使拍啦。啊，中国是讲吼，阮毋是要拍啦，阮是要安那，阮是爱好和平的啦。迄是无材料拍，毋才安尼讲的。所以目前为止，台湾讲就较歹听，你就是做美国人的狗嘛，较赢去做中国人的狗啦。因为你若做美国人的狗，人讲拍狗看主人，你中国要来拍台湾，你免看一下美国哦。啊，毋过你若台湾做中国人的狗，拍狗看主人，你即个主人第3名的啦，中国的军力是第3名啦，罗西亚是第2名啦。乌克兰是第21名啦，第2名去拍21名，就拍甲青惨落魄啦。你讲第3名要来拍20名的台湾，要安怎拍啦？无可能拍的嘛，除非来就起笑嘛。即马美国嘛做出来一个报告嘛，伊讲2027年中国就有材料拍台湾啦。啊，伊若拍台湾，伊一出兵，印度袂伫伊个尻川后踢伊个尻川，俄罗斯袂去找伊个麻烦，无可能个代志嘛。所以伊嘛知影讲一拍就去交地，伊绝对先死的啦。所以伊就是无爱用拍，用其他的方式一直交单嘛。叫台湾这个立法委员摕台湾人的钱做因中国人的代志，足莫名其妙的。所以过去历史咱袂使无理解，袂使无了解。啊，总是每一项会使做的代志有限啦。啊，毋过有当阵啊，迄个啥失志哦，还是心肝艰苦，我毋知。总是爱有信心吧。而且呢，
心肝艰苦，头壳袂使歹去，可能是安尼。好，所以这是伊咧讲迄本汉前的真相，吼，上寒的寒人死偌侪人啊，因中国就是足够好的拢灌水嘛，啊若歹的拢会暗砍嘛，所以迄个册内底伊经过迄个啥？得到不利奖的迄个大记者所做的，伊毋是凊彩写写，伊当然是有所凭据，所以迄个有所凭据可能就无去讲到，调查就讲近年派富林人甲囡仔上战场即条代志，也毋过有当阵啊啦，因中国人就爱讲什么兵不厌诈，吼，啊只要会使赢，什么手段拢嘛要摕出来用嘛，也毋过目前看起来就是讲。尤其19世纪以后，20世纪，欧洲、美国这个相对较先进的国家，因较会徛伫咧人权、徛伫咧人道的角度来看代志，袂讲甲富人人、甲囡仔诚做武器。虽然讲现主时听起来看起来，遐个中东国家遐穆斯林，也是迄个，我毋知迄个什么所在，就讲因竟然就甲囡仔训练做。自杀的炸弹去处理因要处理的代志嘛，这其实是无讲介好的嘛。也毋过有当阵啊受教育，你听到的消息到底会得到啥？就敢若我就讲嘛，若准讲咱阁继续使用中文讲华语去读遐个228的资料，你用中文去读228的资料，你到底会读到啥啦？迄绝对是用中文的观点嘛，毋是咱真正台湾人的观点嘛。一直到那228，甲白色恐怖这些资讯资料，拢还未完全解密，也是拢还未完全甲所有事实写出来嘛。一直到那，敢若咧甲蒋介石所做的代志，一条一条甲定出来讲尔，定出来讨论尔。所以有一大堆假的中国人一直在咧靠背，讲什么安怎拄安怎嘛。所以我就讲嘛，是毋是咱会使呼吁，还是讲做一个快闪的行动，便若到。中正纪念堂即站的时阵，大家画一声杀人魔纪念站到啊！当然约好一个时间啊，对无？这是属于我的言论自由嘛，应该是安尼，我是安尼想啦。好，毋知咱台里嘅朋友这篇讲到汉奸，当然这过去我嘛毋捌去详细去理解了解过啦。吼啊，买3段15页即个买2段，讲啊，廖准讲即两阿某信教啊，就会再来改变，也毋过实际上。目前咱所看到的中国人即种种族，也是受到因儒教，甚至即马受到共产党这教育的人，大概袂妨信任的啦。因中国人家己的名声拍歹去，迄嘛是家己做得来啊，无人去甲因害啊。这前一阵仔有一个说什么人啊？伊嘛咧讲，因迄个所在袂输那是个乌道国家尔啊。好，来，志愿啥物要甲大家分享的，请讲。迄个，毋知逐个人有捌听过家族仔内底的时代，人咧讲较早迄二次世界大战，人迄个日本仔征兵征去迄个南洋，结果无倒来。搁另外一项是，即几日仔我看到迄个新闻咧报讲，迄韩国立法院的议长伫遐咧话讲，起讲嘛，起啊讲，咧甲迄个。反正我讲话可能较粗鲁，大家少体谅一下。迄个花莲迄个有仔囝，迄个就是啥郭坤基，我感觉伊若较好叫的，伊算案，你若甲迄个你若甲断过，你较紧的嘛，对吧？啊是讲，反正我是看遐个车联党的人，真袂拄好咧，啊就有较紧张，所以。会讲较袂清楚，无问题。感谢志远甲咱分享，反正因两嘛是咧搬戏尔啦。迄早就会使处理啊，就是母仔这个时阵才来用，然后迄个无人机的预算，军事用的唔互伊过嘛，啊互伊过是一寡因为大家拢咧发展无人机，也是发展 AI 嘛，啊各机关、各行政机关伫预算内底，伫计划内底本正会使买一寡佚佗物仔来算啊，本正就无问题啊嘛。所以重点根本就无伫迄个军事用的嘛，啊表面上啊，你讲我帮伊过啊，所以因就是咧演戏嘛，所以即个部分变成讲，
大家投票要投较好势咧啊。好，毋知咱台咱个朋友佫有啥物？来，请讲。台湾中介绍诶，所谓有钱啊，安怎，因资料拢都顺，拢互阿中啊，阿中啊，迄个时阵伊在做，海来拍台湾，因为参政破坏，伊在无即个努力，所以伊变做讲，阮这来拍台湾，拢是甲都无拢较大啦，无是啥物啥，结果拢是靠互人调去即个。函数去修正，嘛是因为函数的关系，咱台湾就保护即个共产党，来保护伊来拍啦，因为嘛无时间。第二个真正有迄个囡仔种有能人去做投资，因为迄个阿中遐走出来的人啊，因拢是拍共产党的势，如果标伊态度安尼，这个中介就是伊遐乌白风，其实影伊家己怎安尼讲，就是囡仔甲有人做投资，互迄个中介就安尼无法度修正啊，也安尼就无能。好，感谢珊妮甲咱分享。志源对遮讲的迄个，其实台湾迄阵敢若有。我袂记是3万啊20万去用定调去嘛，所以前几个月啊，公司单去留一出听海印嘛，就等于是迄算军夫啊是啥。然后伫迄个台湾百合即个戏出内底嘛，有一个角色就是伊日本时代受日本征调啊，其实伊是做军官，拍去到南洋啊，尾后转来，啊，毋过转来了后是伫咧1947年2月8进前就转来。结果看到中国兵安尼真正杀了爸母嘛，啊，所以伊就嘛去用掠，去用酷去入岛啥有诶无诶，所以这个消息其实是纸未包得火啦，只是讲咱后壁诶人敢有适当诶时机，还是所在，或者是找有路通去看到这个历史，甚至伫即篇文章内底，伊就讲。美国买旗其实是要放弃蒋介石的，敢若是1958年吧，当时，伊本正是要甲台湾，甲迄个啥，要甲台湾让互中国共产党，要叫中国共产党莫甲苏联合作。美国已经有安尼决定啊，只是奈想袂到，这边算好啊，歹对台湾可能算好，当然嘛，迄个好，当然是带流用的闪屎。你讲带流较好啊，闪屎较好，当然是足歹讲的。就是美国想要做这条代志的时阵，中华人民共和国先甲苏联签迄个中苏什么友好联盟啊。美国说靠边奈安尼是，所以伊才全本正要甲蒋介石放弃这条代志，这个方案才全炸起来，无阁继续做落去。啊，第一即个文章第15页，即大家最后一段，伊讲，因为罕见，所以就怎互日本会当利用罕见物资的大量需求，怎互因日本有一个真大的发展。我就讲日本戏出嘛，官僚之下，吼，就是即个政府官员官僚的热天伫咧做啥？吼迄敢若是我记1956年到1973年，看我袂记是啦。反正就是迄个时阵，日本就是这篇文章嘛讲的，麦克阿瑟是拢一直咧日本，算讲驻守啊，管理亚东、远东啦，对因来讲就是远东嘛。所以远东、中东即拢是欧洲国家的观点，中东离因较近，啊，远东离因较远安尼，因的想法是安尼。所以麦克阿瑟伫日本驻守的时阵，其实日本人嘛足支持美国人嘛足支持日本人的，啊，所以伫迄个时间，因叫日本爱发展重工业，汽车啦，甚至买动机啊啥，
日本其实原底是咧做一寡芳质的，尾啊遐个芳质，因个工了就讲一批尔，你无就拆身啦，所以因去发展重工业的时阵，就甲一寡轻工业吼，佮种芳质的成衣的，就怎算讲啥？输出，也是讲无互日本做，无日本做要叫啥做？迄个时阵其实美军嘛派伫咧台湾，敢若是一直到1968年个派啊，是安怎我袂详细时间点我毋知影，我袂记得。因为台北一个做较早做美军电台，尾啊改做国际 ICR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Radio Taipei， 所以是台北国际社区电台。台北国际社区电台是伫咧文化大学迄搭遐，伊就是咧服务北部地区的美国人。因迄个电台就是除了翻点的12点，伊会放中华民国的国歌是中语以外，迄3分钟是中语，剩的23点钟57分钟拢是英语的，拢完全无华语。迄个时阵啊，当然即摆早就转型啊啦。所以迄个时阵其实有袂少美军是伫咧迄个啥台湾的美国阿兵哥来台湾度假，所以有一段时间，因为着要请美国阿兵哥来台湾度假，因着去介绍新北投有一寡迄个啥温泉，迄时阵有种发展出特殊的行业的，所以转来这篇文章，伊互日本有一个发展的机会，台湾嘛伫迄个时阵有踏着时机，所以嘛安怎讲，有趁着淡薄仔钱。蒋介石嘛是迄个时阵，1975年进前，美国嘛全因为无所在通去啊，所以只好迄个啥无鱼虾嘛好嘛，无即个臭头啊杀人魔着。迄为什么一直1975年进前，为什么遮尔济台湾人会去表达家己的想法？甚至1979年，黄文雄会走去美国刺杀蒋经国，嘛是即个原因，就是讲要美国人知影讲台湾人是无爱互蒋介石即两个臭头白仔囝去管的。其实当然无成功啦，因为历史就是无法度定来嘛。要毋过这30-50年以来，台湾嘛是真拍拼嘛。伫台湾即个报道，我都勇敢呢。当然，你讲蒋介石因有母的一寡母弟母教的遐个代志，即马目前至少毋是所有的信息拢有出来嘛。台湾人应该爱家己有理解，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啦，莫搁台湾中国啦，甚至日本搁较免讲。当然要诚做好朋友，毋是袂使啦，只是讲你交朋友的时阵嘛是爱看，因为当中一寡到底是神还是魔，你无度理解吼，就是爱拍一个问号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咱应该使来读一篇，即个16页即大家。安尼16页即个林美丽所写印象上深的一个人，是毋准德先帮咱读？准德读完了，志愿读，志愿读了，有哪读？有哪读完3年读，好无？这篇袂讲介长啦。上深的一个人，林美丽，阮阿嬷看伫床骹，有当时啊爱做事，早时若无闲去市啊买菜，下晡有一个黄昏市场会当买。互我印象上深的迄个人，就伫黄昏市场咧卖鱼啊。伊是伊互我第一印象，伊是伊互我的印象，并不是介好，因为伊视水介歹看，那目睭碎蕊，白顶管，讲一撮，会一撮好过天啦，一撮有天过嘛？迄皮有疤痕嘛？爱是天啊，这个是天啦。
嘿，天过天啊，就是去用，可能去用台吧，唔知影啦。过天的旗啊，旗是疤痕啊。过天的鱼，唔知的人，搁会掠准伊是大尾罗盘咧。第一摆对阿母，对阿母，你搁家己自动翻译啊？第一摆对阿嬷去黄昏市场的时，迄个卖鱼仔的阿伯看着我，就掠两颗乌手虾互我，虾仔活跳跳的，就咧。跳，毋这是跳嘛 ？THIOK 啊，跳咧，我嘛毋知跳是啥，可能咧跳是啥意思？跳咧，到面咧，我比伫阿嬷诶大只后，毋敢伸手摕，阿伯用碎骹落啊替我摕起来。T，伊敢若 TE，伊无送开哦。你读的是变成有送开啊？你读的是 THE， 伊是 TE 尔尔。缀起来啊，就缀迄种的啊。我讲掠转去甲孔雀去，是最好。伊若会知影阮兜有是孔雀去，原来阿嬷是伊的老主顾。若开讲，大家老朋友咧，阿嬷讲伊是较歹，阿嬷讲伊是较歹看面名，伊是人行好，有影咧，看伊卖鱼，到处比咧。好，感谢啊。好，志华你。好，看人客景戏，伊会讲买面爱看，要关门就爱串。人客若嫌鱼啊无够鲜，伊就讲对啦，买鱼爱鲜，啊若娶新妇就爱会鲜。拄着人客要甲开价，伊就激一个苦瓜面讲。好啦，了钱无人知，买无了小下台，俗俗啊袂离啦。因为伊见讲拢是拢阁有力的俗语，做生意阁阿萨利，所摆诚真侪人来甲伊买鱼，会到遮吼？看你要搁读无？哦，啊无阁一段好。好，你搁读一段。有一摆，一个人客问伊。迄个单鱼皮校科的款吧，鱼皮校科。哦，迄个单鱼皮校科的院长是敢是恁小弟？伊讲是啊，边仔的阿送哪放算头咧？随甲迄个人讲，啊你都毋知咧，若小弟咧做医生，大汉小妹阁是国小校长，还有一个细汉小妹咧做护理长呢。敢有可能边兄弟姊妹成就哪会差遐济？听学了因的，听学了伊的小弟小妹，伊感觉真公平。有人挑工笑伊对小弟小妹袂对，应该感觉见笑。伊颠倒看真开，讲谁叫我少年袂晓想，食了都毋正样。好，感谢啊。有哪话你？阿嬷甲我讲，以早的年代真歹过日，一日三顿若食一饱，就改万幸啊。若拄着歹年冬，做大汉的，阁爱为家庭牺牲。即个卖鱼的阿伯，就是牺牲家己，替是大人栽培小弟小妹，真正是人不可貌相，我是读相啦，我伫咧通读相。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倒。
我会记得，我虽然拢听到海斗牛响，我袂记得。我是敢若是听教典内底淑琪老师的录音，嘿，伊迄标音是斗呢，斗牛，斗牛诶，我特别嘞。好，我给你介绍。卖鱼的阿伯是实在肥，毋是平淡，才会遮了然。虽然卖鱼仔的工课毋是介高尚，毋过即业无分贵贱，正正当当趁钱，对社会有贡献，拢是值得尊敬的。好，感谢啊。三年最后一段无讲介长。即阵若对阿嬷去红婚市场，拢会叫阿嬷一起爱买，因为我要去看迄个哪群大尾鱸鰻，足歹看面，毋过拢话真趣味的白鱼阿伯。好，这林美丽老师所写。林美丽是毋是写迄个啥？拍面者是另外一个啦，拍面者敢若是迄个青文啦，啊，林美丽敢若是气球吼，还是啥物？是毋是八卦红？哦，八卦红，对，八卦红，嘿，我会记得气球安尼，嘿，八卦红。啊，伊敢若真正迄阵敢若有身体淡薄顾，又好佳在是尾啊，算讲有处理好势啊。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就写伊拄着，还是伫中生活有诶嘛？这其实就是迄个啥，算上简单诶迄个题目诶来源嘛，还是资料诶来源嘛？嗨，请讲来，志源讲。你像拄则有讲着猫咪台语诶先进，敢若破病嘛？我常常一个想到一个事，就是讲，若有病情控制了袂好势，啊好袂完全，是毋是有一个事叫做好袂治疗？我听过。好袂啥？好后边迄个音我无听到。好袂交文。敢若有类似的讲法的款吧？会好袂完全啦，就讲迄个人足上重的啦，吼啊，个伊嘛无效啊啦。若准讲会好嘛袂完全啊，我是捌听过即种的啦。啊，当然会好袂交文，会好袂完全，大概就是当然一个角度就是讲，啥物人一出事，毋是死亡的重点去冲的啦。你甲我讲。大家嘛一出事就死亡的重点去冲嘛，只是讲迄个死亡的点是安怎来的嘛？有人是挑工去跳、去争、去弄，还是无小心的，还是讲家己无小家己对无？违规毋是违法，就是正常有一个艺人吧，就搬去的吧。吼，讲啥物？逐年拢去做体检，讲你看，我逐个拢嘛青字，拢无红字啊，啊，就兴啉酒啊，搁啉足香，啉足多啊。食薰啥啦，就讲有一寡人就是食无健康、大无健康、生活作息无健康啊哩。啊，当然有个人基因太好诶，有一个前两天才看到，有一个讲伊嘛敢若薰嘛诚大，吼啊，酒嘛不哩有啉，当然无甲啉香酒遐尼香啦，吼，讲嘛活到98岁，啊，所以有当阵就是讲，每一个人诶生命长短。是天公伯啊暗算的嘛？啊，咱每一个人到底是要安怎使用，还是要安怎看顾你家己的肉身？这可能真正就是要讲在人啦。啊，志源讲的迄个就是有当阵啊拄着一寡讲病症，吼，尤其我咧想，应该即个语境拢是滴着一寡镜头啦。你毋讲去车崩着骹转去，手转去，啊转去接转去就好啊！你当然接转去，毕竟是接的，迄流利的程度不比以早，吼啊！当然，不管是别人讲，家己讲嘛是讲哦，会好袂完全，有啊接转去啊！我较早伫学校就讲啥物，迄个
伫台顶上过迄个老师就讲伊读册的时阵，走咧，无小心跋倒，跋倒就讲断手骨，讲断手骨了，迄阵讲叫拳头师接的，结果接都无够，直搁歪去咧，对吧？迄就真正是有好啊，无搁受伤啊，毋过未完全啊。当然，即种会好未完全，还是会好未交稳，还是会好未安怎，迄可能就是在迄个啥，空气才能景嘛，看你要用啥物字眼去形容迄个当下的情景，我感觉是活的啦。当然，现主时的咱大部分就无啥咧讲台语啊，要透有材料去做遐新的物件。理论上，一个语言你若到一个程度了后，应该是爱有材料做新词啦，这是正常的啦。毋过目前台湾这个语境伊是遐尼正常。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感谢志源提即个问题啦，反正迄个状况一般是拢讲病症啊，佮讲治疗啥物某咪癌，还是讲治疗啥物皮肤，还是讲啥物？伊即摆所以其实，尤其顶世纪在讲绝症即个称呼，伊的范围 AIDS 对哦，啥物温室的绝症嘛？当然，迄个温室到底是当时真正死去，毋知影。所以二楼啊，即个我毋捌听过二楼，好袂二楼。马伟是？你讲？你头拄讲什么 AIDS 是？敢是？敢若是有预防药嘛？我捌食过咧。预防，我毋知有预防，我敢知影伊迄个啥，迄个有一个做何大一哦，就讲啥物鸡尾酒 cocktail 迄种啥物疗法嘛，甚至因讲，我看到的资料是这1-20年，甚至20-30年来，对于即种病毒引起的疾病的控制，其实有愈来愈好啊。甚至伫国外，敢若有人讲，甚至即种有带即种病毒的人，伊嘛听过关会，反正就是迄个关是你爱去处理迄个啥检验嘛。嘿，我毋知影有预防药，我毋知影，歹势。有啊，迄钱开了真伤重，其他人无靠。哦。所以大家人学爸母男女关系。你是食来预防的，当做杀狗咧用就对啊。好啦，这每项迄个交配还是迄个自我的心态，还是自我的照顾是无相款的。这讲一个较实在，讲一个歹听，你也无去妨碍着别人啊。我是感觉无啥物要紧的啊，对。两个人讲好就好啊，你应该是安尼。好，毋知咱台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今仔读即两篇讲无算短啦，反正就是讲的内容哦，读册的内容嘛，是一寡想法，而且是伊拄着的状况嘛。当然，我就讲嘛，主要是讲咱正做是台语时间互相分享交流安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还是阿丹子啊，要起来甲咱讲几句安尼。差不多是安尼，林美丽老师。因迄个啥，即个杂志就讲，因上新的即期388期，因要做30年的迄个啥纪念嘛，还是订购嘛。所以我就讲，你会使去因的网站网看，甚至相对简单，或者是字数相对少，就是写诗嘛，对无？看你是要传统的迄种什么四句联，还是7字啊，或者是自由诗，因
中文翻译是该号做新诗嘛，啊，毋过迄个新诗也是名称，我毋知，总是去甲你所看到的，也是感受到的，用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嘛。因为有当阵伫你读家内底一寡想法，我就讲，尤其教育部的私立法会使用台语去讲互听，爱着字走出来互你看嘛。啊，当然，若准讲你无真确定，个别的方式去验证讲，伊送你的字是毋是正确的，含你所读念的音敢有相像？你个会使去斗台语遐去私立看卖啊嘛，看伊迄个啥走出来字是毋是甲你念的共款嘛？啊，梁副教授迄个叫做语音学生器嘛，你互伊字，伊就甲声音斗出来互你听嘛。当然，目前机器的声音变调强在是有诶个调调，无怪怪啦。这毕竟伊诶发展无遐尼久嘛，伊 AI 即个部分，声音学生的即个部分，廖副教授迄边我所听到看到的，可能嘛是即3-5年啊做出来嘛。啊，若总我遮尔短时间会使到即个程度，我感觉是挺有期待啦。啊，当然要讲，袂输哪一个人伫咧讲，别个语言我毋知，台语即个语言恐惊无遐紧，因为台语即个语言的变调，啊个主要是变调足复杂的啦，足歹去处理的。咱你看，不了侪人伫咧讲台语，迄种尾仔才学的，迄讲出来就是会调调啊。啊，毋过调调又阁如何？准讲一寡字词误会的意思，就是大部分的字词我拢有法度听嘛。我讲互伊听，伊讲我听嘛，大部分是安尼嘛。喏，伊讲出来大部分的内容嘛。啊，若准安尼，我感觉 OK 啊，即个达到迄个学习一个语言会使甲人沟通的目的啊嘛。当然，你要搁高阶，你搁进阶，迄就是靠家己去努力的嘛。我是安尼想啦。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想要请教大家，就是这投稿啊，伊迄文字吼，透蓝白话字或者是罗马字、汉字，啊，这是若准讲，就拢写汉字，是毋是到因遐因会看迄情形，就甲有诶字就改做罗马字，还是讲迄是作者家己拢编辑诶时阵拢写好势？我的理解是，当然作者有家己的用字的习惯，或者是甚至有做要求，或者是坚持家己的腔口。啊，若准讲是坚持家己的腔口，因敢若是讲作者会使记认啦，讲啊，我的腔口是啥呢？吼，有一寡字词，或者是讲你特别强调讲，我是用啥物腔口来写这篇文字，吼，这是会使。作者会使表明表达的，啊，搁一来就是，因理工局基金会因的网站顶悬有一篇是号做，理工局因的用字的原则，吼啊，遐个用字的原则，你去因的首页的时阵，敢若点去一个倒手边遐吧，看到着我迄天看吼，我发觉伊敢若是照700字的编排方式去列的。也就是讲，教育部用即个词，用即个字，啊，而且教育部目前拢是以汉字为主嘛。毋过理工局基金会因敢若就是甲一寡词，吼，会有列出因用的罗马字。啊，因用的习惯，我个人也无法度完全接受的，就是因定定会甲一寡2字的词啊，就是迄个词吼，伊嘛已经行迄个做汉罗南参写。啊，这是我个人目前也无法度完全习惯的所在，接受无接受，迄是我的问题啊。啊，因的用字的原则是安尼啦，嘿，我的理解是安尼。毋知咱台顶的其他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还是曾经投稿过，有一寡分享安尼。所以有哪会使投稿来，甲你的想法，吼，还是迄个啥，反正就是去展现你的想法，啊，看因
有甲你采纳无啊？伊敢若是，伊敢若嘛无，敢有时间点，我无看到有时间点。伊敢若讲因基金会30岁的订文尔尔，所以大家看芭比也是阿丹姐啊，会使去投稿啦。寄去因的网博1996这个 Gmail， 会使去投稿啦。免说你免歹势。我有投稿啊。有投啊，哟，恭喜哦！哦，时间才报阮读一下哈。我毋知伊有要采用无？伊毋是因知，你毋是甲我讲过讲，伊本会去就参像你拄则讲的，因为伊会顺过，一定会顺过，一定会顺过。啊，甚至啊，毋对，啊会甲你联络是毋是？对啊，就电子批会甲你联络啊。系啊。啊，我是还未收到，我毋知影安怎。有可能因为388期，即期就是8月份，7月，伊正是讲7月，啊，毋过我讲是8月初才摕到，我袂记啥。反正就是因正就是咧做30年的算订购嘛，吼，就回想记录甲鼓励嘛，啊，就有期待讲会使较侪人去投稿嘛，啊，所以嘿啊，所以有可能。是毋是？因为伊其实，你若去看因迄个啥10字的徛编码第几啊？遐就是因差不多算因的工作人员嘛，啊，就是总来叫就是遐个人尔啊，无搁较济啊，所以有可能，敢若因即马要做即个30年的订购的时阵，反正就真正有较侪人去投稿，啊，无的确我毋知，吼啊，所以可能。顶回看迄个风吹纪录片，哦，真好真好。了后啊，我就想讲，因为迄个天象伊本来招我讲，做伙写。因为迄个李刚对，因为李刚有迄边甲伊那个邀稿。哦，嘿。啊，我啊伊就讲，无咱咧，伊可能甲你共款啦，我甲你共款的，甲大家鼓励讲，尽量会使书写的时候，对无？对啊，我想讲，安尼时机敢若到啊？哦。是啊。啊，其实。无啦，我嘛毋知啦，我当做练习啊，因为迄当初伊就讲，伊就甲我招讲，无咱伊可能嘛毋知影我是会晓写袂晓写，因为有当初我参和你共款。我先问者。电脑的时阵拍字我尽量拢用台文嘛，吼啊。当然，你嘛知影，我是讲有咧进步，但有当初嘛是搁会拍毋对啊啥。然后我咧伊有讲，天向老师可能是感觉讲，伊嘛好嫌吧，就是讲我对我嘛无了解啊，所以讲就是伊讲无将写一半看卖，我哪会知我写吼？一半，伊讲一人分配1000字安尼，写清洗去啊，清洗的清啦。我讲安尼写就做遐袂写煞安尼，对，我想要表达也袂写煞，无啊伊就讲无你规气规写完好啊，啊我就好啊，嘿啊我就伊嘛有，我嘛看到，因为伊嘛小看，我就知影迄无共啦，因为吼因即种吼专业咧写的吼，就是较。参像咧写册共款都会那个你那个大纲啊啥，伊敢若甲我迄款诶。安尼我先问一下。条拢无，对，迄大纲列出来了后拢无完全写好完整，小可有一寡物件呢。所以你有寄互伊啊？对，可能我小可看到伊迄几百字啊，迄款诶内容安尼，我讲我甲偷摕1-2句啊，安尼到可能2000字就完成了。无啦，我迄当阵讲真笑，后来我就真正，因为迄当阵有甲恁有几个人分享过，因为迄当阵看风吹纪录片迄分享，我有分享我的感受，所以讲我是真直觉的安尼甲想的代志甲写出来安尼啊吼，所以讲我真紧就来完成。完成了后就天向伊就甲提起讲无。就直接等去互李阳桥基金会，所以我毋是，我变做安尼投稿的，我规定是安尼。安尼你行去？最近因为风吹迄天是无拄着纪录片，伊敢是无拄着陈鸿辉老师，毋过我是看纪录片的时阵，我还真加一条说啊，陈鸿辉老师佫有参与迄个内容迄个，比如讲旁白，
搁有无旁白，伊个纪录片内底吼，搁有伊原仔就无用足侪工课嘛吼，即咱足侪即一两当即咱看着足侪电影，也是讲一寡台湾的教情啥伊拢参与诚侪，所以讲我才知影讲啊，又搁是陈鸿宇老师啊，伊常常一开始是嘛是听那边你讲起即个老师安尼，甲我伫网络顶管有看过伊的做节目的时阵，有当阵做迄个嘛是咱老师啦，就是你话评审也是啥，一寡台语节目，对，一定毋知影伊即个人做较侪代志啊。来就是无想到讲8月2号，初二迄天去台中耍的时阵啊，就是讲去迄个中央书局遐的时阵吼，因为迄天就是迄个，因为咱伫台中吼，可能伫迄个就是电影院因有放迄个纪录片啊，但是下晡的迄时在是啊，下晡是坐迄个中央书局有座谈会，就是。对，啊是关于迄本册，就是文乡先生伊迄个为着人权即本册，我就想讲，那只拄好，安尼搁去听伊迄届吼，我头一届纪录片了后，我是无要找，因为讲我现金早无够多，我想讲袂要紧啊，就是了后才搁网络顶管买，也是安怎，迄当阵是安尼拍算啊。毋知讲后来竟然真正拄着，拄着，真正拄着因本人安尼。啊，迄当阵边仔有两位小姐，因是有买册啊。后来因看我甲上先生安尼对话，我甲讲感谢你遮尔爱台湾。啊，迄当阵因嘛足感动啊。后来佫摕迄个册出来，叫因签名，互伊签名嘛吼。互伊签的时阵，我本来嘛想讲，无我是毋是去借钱啊？去买一本，就边仔有一沓嘛。我想讲也毋知收大了是袂啊，但是我迄当阵看伊签两本，因为伊有货啊，安尼就是我看伊签的时阵吼，安尼我是无耍好啊，因为就是怕他太辛苦安尼，我迄当阵我兄弟甲讲，我就想讲着安尼好，我就想着讲，哇，8月初2迄天，竟然伊嘛到现场，而且迄个现场佫变做是，就是直接就是签书会安尼。所以我讲那遮大礼物安尼，就是迄天就未尽之事啊，结果竟然安尼佫完成啊！安尼啊，陈鸿辉老师竟然嘛伫遐，我就甲伊握手，我讲我心情有投稿，啊，伊就听到足欢喜，讲继续写哦，安尼对。对啊，真好真好。对啊，最近就是迄个我，就是拜2天前对无？我煞袂记，过我毋知人，就是我毋是暗时有去迄个。你去拄着迄种诶嘿。迄场对那个水夫伊有讲者嘛。对。啊，就是搁看到陈鸿辉老师一届安尼。佮打招呼啊你。对啊，水夫伊，我感觉伊迄个。伊的分享，伊的讲座，伊的分享，伊一寡过程，其实我听完，我足欢喜，因为我感觉伊想的，甲我想的足相像的。咱观察到的代志啊，咱家己思考会使阮家己思考会使安怎做？我感觉足相像安尼，对啊，所以讲伊就嘛是安尼咧推广，就是咱伊嘛有讲一句啊，甲我想的共款，就是咱个人拢有家己的就怎么讲呢？摘雕。对，摘雕对啊，不愧是阿美。有做摘雕，我咧讲啥？对，大家拢有家己的摘雕，会使做，就是尽力做，你会使做的代志嘛，安尼。真好。啊，就是嘛是讲共款，伊甲我想的共款，就是真简单会使，用，因为伊敢若甲我较相像有一点是因为嘛，伊嘛原来是较有创意的迄款的人嘛，吼，伊头壳，因为你看伊迄当阵，疫情的时阵，伊就想讲一片孝心嘛，吼，就看到阿公阿嬷安尼，洗衫店因为洗衫店遐拢无人客啊，因为疫情的时阵，毋是讲人袂使出来，伊是真正一寡朋友，阿公阿嬷的朋友就转无去，就转去啊嘛，吼，所以讲
对啊，对啊，伊讲伊阿公阿嬷呢，伊迄当阵咧讲诶时阵，佫有翕相啊，阿公阿嬷咧拍伫桌顶安尼啊，嘿，啊就讲就讲互因，伊来伊一开始无想遐济，啊结果啥发达着讲，安尼会使开始有一个话题，甲阿公阿嬷，嘿，例如讲你真正啥安怎，伊即开始想着关于台语，伫生活中为即件代志会使安怎来处理安尼，来影响着别人安尼。然后我感觉足侪想法是感觉足熟悉啊，以上分享给大家。好，感谢芭比。好，有呐对遮讲的，你有大约抓着。重点是，反正就刚刚对遮芭比所分享的，迄个单方回答说，就是尽量写就对啦，尽量写就对啊。啊，因为因的杂志就是你会使去甲伊联络，啊，伊就会寄3期互你试读。啊，当然，你若歹势讲啥物。无寄互安怎的，啊无就是因的网站网页有文章嘛，啊甚至我就讲，现主是台湾图书馆有甲每一期的文章拢上网，即个部分嘛算一个安怎讲，对相对较少年拢希望伫网络顶悬买摕实体纸本的即个部分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安尼啦。好，毋知咱台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的即个311期台湾通讯广播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尤其尾啊芭比甲咱分享豆哥的小可代志，甲大家分享。那么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今日就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见，再会。再会。